好多香港嘅僱主都會對自己聘用嘅工人喺外面借貸或者未能償還債務而引致債主上門追訴，令到自己同家庭都會感到不安或者困擾。最重要嘅係大家都想知道應該點樣處理同作出點樣嘅抉擇先係最好嘅。其實傭工喺外借貸嘅情況非常普遍，分別就係佢哋係咪已經債台高築，無能力還款，引致影響身邊人嘅生活。而家大家都希望可以喺情理兼備嘅情況下，分享一下身為僱主嘅你點樣做先係最理性同減少受佢哋滋擾嘅影響呢？僱主只需要明白到工人借貸喺法例上僱主係冇任何責任償還嘅，所以所有債主就只會用滋擾嘅方法滋擾僱主或者債仔嘅身邊人，去迫使到工人準時還款，或者係有使僱主做替死鬼，為呢班唔負責任嘅工人償還債項。我哋精明嘅僱主無需過分驚慌，因為呢類型嘅個案，追訴公司係時常遇到嘅。我哋只要清楚告知收訴公司，工人姐姐已經離職，並且將離職通知信俾追訴公司人員。當佢哋了解清楚債仔工人已經離職，並且已經有入境處嘅證明信件，一般佢哋都足夠向公司交代，唔會再滋擾到僱主身上。另外，大家謹記唔好借出大量金錢為工人姐姐還款。因為呢個係一個無底深潭，而且有啲工人更會變本加厲，繼續喺外面借貸，呢個係無法完結嘅惡性循環。大家記得理性處理，唔好過分感情用事，因為你哋嘅過分協助佢哋，既唔能夠真正幫到工人姐姐戒除借貸惡習，亦冇真正為佢哋解決問題。更嚴重嘅事可能會引起大家進一步嘅損失。理性面對工人借貸，